啊！呢套房我好中意哦，你一入嚟感覺好舒服，賣相非常好啊！即係家私家電嘅配飾俾你，配到一套葉子好有品味啊！呢套房葉子啊，都係保養到9.9成雙上升啊，69平睇海咯啊！總價係31萬，2房嗬一位啊，保養得非常好。上乜嘢都做好俾你啦，藝術師，空調、家私、家電都係大品牌啦啊！從呢度入嚟，3梯8號嘅一個豪軒啊，2個房，每個房都可以睇海，你可以入去睇，拍俾你哋睇，係床放到1.5米都床，空調係隔離㗎。都保養得非常新啊！呢邊廚房都係迎氣入戶，仲送了一個新嘅陽台啊！迎氣入戶啊，廚房、洗手間也夠用啦，洗手間。櫃子都定制都買俾你，上1.8米啦，只用房睡覺都可以睇海啦，睇小溪型靚海景嚇，總價31萬，而家係非常平㗎啦啊！呢套房好快可以賣出去啊，即係賣相非常好呢套房。呢套房會別居連10年銀坑3期可以關㗎啊！樓上也係8樓嚇，有興趣即刻用我10年銀坑珍姐過嚟睇啦，拜拜。